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。大江的舞，爱写落舞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舞。大家的舞，音舞情舞，看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伊是双水我两千八点。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内底老的节目。各地各种也是爽够看。一定食海产，我也想摇滚。其实足少查某囡仔会唱台语的胖歌，嘿，我就想讲，台语的胖歌袂歹呢，阮阁有鼓吹，因为这个时阵都要把鼓吹杀出来。虽然歹人真多，但是好人嘛袂少，需要你来相听，只要你相信我。其实写台语虽然讲这是我细汉使用的语言，但是咧写歌词有一定爱用的方法，有当时有一撮用字爱真计较。无要紧，早着看详细，命运自好势好势藏着淡薄仔吃亏。谈一嘴诗，听一段音乐，咱的语言有味，咱的歌有澎湃。台语歌有绵烂过日的汗水，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，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。欢迎收看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艾克，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师。我跟你问哦，你感觉查甫甲查囡仔唱歌，敢有啥物无同？我最近就常常咧想讲，若是查某囡仔的目睭看出去的世界是生做啥物款的？是社会认为讲查囡仔一定爱温柔，还是讲即摆时代一定无共款啊？今日伊就爱加唠唠的，问大家看卖因的想法是安怎？出发。应该即摆查囡仔啊，敢有需要一定爱伫厝内底做即个家事啊，还是顾囝？袂啦，我是感觉大家拢有家己的想法啦。你想要公平，我嘛想要公平。过去的女性可能会照厝内底的人的期待去生活，即摆人就较独立，嘛有厝内底的人的支持安尼。你上要意伊做啥物款的角色哈？伫厝内底的时阵，陪囡仔算吧。无你感觉太太，你上介意伫厝内底创啥？拍电动听音乐咩呢尔？啊，你厝内底拍电动的时阵，恁某敢会给你教？因为我是拢会互教啊。所以你是台文系对不？对。然后给你考一个哦，你敢有啥物较现代，还是较特别的台语词，会当来形容安尼即摆现代的女性？我感觉是强她。过去较侪人会感觉讲，查某囡仔伤强势的时阵，会用这来形容，可能较无好。不过我感觉即摆男女拢是平等的，所以强她代表的是一种查某人足有能力的一种表现，一种形容。即阵啊，定定有人咧讲跨界，嘛有人咧讲传统，阁有创新。詹立兴呢，就是即款的存在哦。伊啊，为着要互伊的音乐更加丰富，伊特别搬去中华呢，去学北管，唱出一种我感觉阁传统、阁当代，阁有查囡仔润性的声。先来听立兴的第一条歌《讲心事》。
生安定，万事如意，恋爱嘛有消息，才会放困会去，爱找你讲心事，找伊十公爱看着你，看你心情才袂空虚，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，你着爱保庇。欢迎詹立兴 and Hot Music 来到咱海味61岁的舞台，先甲观众朋友拍一个招呼。曹卓头一条歌叫做《讲心事》，我感觉听起来就是就清新的，内底佫有加一寡较传统的乐器，安尼我感觉就水开的。啊，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？这条歌一开始是因为我是一个妈祖囡仔，嘿，我进前就定定甲妈祖部出阵嘛，啊出去了后定定听到足侪妈祖部的歌，就感觉讲，迄个无够趣味。哎呦，敢会当安尼讲的，等一下，无你感觉会当讲较趣味一寡安尼？对啊，我想讲要写一条家己较介意、较笑的歌，嘿，因为安尼我进前就甲迄编曲老师讲，啊后来后来迄编曲老师伊就写一个巴萨诺瓦。我感觉巴萨诺瓦，我就介这个风格，较轻快安尼。嘿，对，因为就足松的嘛。嘿啊，迄个时阵我的制作人P啊，伊就一开始甲我讲，巴萨诺瓦袂歹，啊，毋过你会使卖加分吹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伊讲巴萨诺瓦是足较温柔一寡，较松。嘿啊，啊你分鼓吹，感觉就伊咧给你看，伊咧给你看，伊咧给你看哦。足大声，足差，你会当直接安尼讲出来，足差的。伊定定讲，对，足大声的，足差的，会使去别位分无？你都找伊来，我叫伊去别位分。因为后来阮就想讲，因为我就甲伊讲袂使，因为这条歌是写互妈祖部的，妈祖部出门袂使定定出门。大家拢爱知影妈祖来啊。对啊，我就甲伊讲一定要交分吹，啊，所以伊就想讲。会使，啊，毋过你唱歌的时阵袂使加，啊，阮就真仔就放伫咧音错甲后错内底。我有看介绍有写讲吼，立兴是一个足倔强的人安尼，想要甲你的创作带互全世界拢会当听到。你18年的时阵，你特别搬去中华，就是去学北管，专工搬去中华才过来着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是因为我差不多伫咧8年前吧。我本来有出一张华语的专辑，出了专辑了后，我就感觉讲我的音乐无趣味，啊，若是有朋友甲我讲你的音乐安尼无好啦，啊，我就想讲我敢会使学啥物新的无共款的物件，甲这写伫歌内底。啊，拄好迄时阵我伫埔里，我就听到阮北管有一个师姐，伊就唱一段幼曲，因为北管的一个。戏曲的片段，是不是？我会使唱一段。麻烦你来表演一下。好啊，譬如伊就是三更半夜，和你跳过了婚姻一场就是这个部分。我惊到咧，我唔知影。你这嘛足大声啊！你搁讲，无不要大声。啊，我感觉足幼的呢。你咧唱歌，这练这足困难的无？我迄时阵一开始，我就感觉哦，这足好听。啊，毋过阮师姐毋是唱这啦，我也是唱一段互恁听看卖安尼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想要甲这物件，唱阮家学起来，啊写伫歌内底。嘿，我因为安尼，我就去中华秀热甲秀冠的时阵去10工。
结果我去上课，感觉讲哇，无法度，我爱搬来中华，啊无我无法度甲这北管的文化学起来。你就被搬去，啊你即摆搁住伫遐？我今仔搬去遐已经7、8年啊。哦。嘿，我附近啊。嘛，规拢挖过去啊。规拢挖过去啊，我去中华。
啊，操作这条我是一个普通人，内底有流行，嘛是有淡薄仔敢算 rock。迄是台语的 punk。那是算 punk。嘿，punk。那会想讲要写这种的曲风？一开始是因为4月的时阵，阮就想讲啊，无阮来写一下歌比赛好啊，结果阮拢无想法。嘿啊，因为我写啥我所以你才讲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就无想法咧。因为我就想讲，唔知要想啥，阮就开始问讲，恁最近在弹啥？啊，结果迄吉他手伊就弹迄4个曲，足简单的4个曲，我想讲哇，那会加 punk。哦，这就是 punk 的艺术。对，啊，我想讲，因为其实足少查某囡仔会唱台语的 punk， 嘿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台语的 punk 袂歹咧，啊，阮阁有鼓吹，因为这个时阵都要甲鼓吹杀出来。因为 punk 有够歹安尼。安尼才歹，阮上歹就这支啊。一支你，这位啦，这支。鼓吹安尼。对。啊，你到2020年啊，你就组即摆这个乐团，展立兴 and hot music。你感觉这中的过程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想要组这个乐团，还是这个团的由来是安怎？一开始就是想讲，因为进前拢是我一个人嘛，啊，我想讲，因若是要表演，若是爱组一个乐团较好，而且会使譬如讲无共款的组合啊，譬如讲2个人、3个人、5个人，就是 menu 嘛，大家会使点菜安尼去表演较切操着。对，而且若会使请价位。对。你有听到无？李兴讲，伊找你来是要请价位啦。为着大家趁钱啊，大家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曹总，咱有讲到，讲因为即摆有人是爸爸嘛，有人是妈妈，啊，佫有人住伫中立，大家人拢住伫无共款的城市安尼。那安尼平常时要安怎去分配恁的？安怎讲？恁的生活跟恁的音乐这寡时间？因为一开始阮就是有当时阮一开始编曲的时阵，阮会想讲莫浪费时间，阮有当时会用迄Google 那个线上的，我们会用线上的，阮康扣就对啊。对，阮用网络啊，网络讨论，啊，网络讨论时阵，伊就出面呢，因为因兜遐足差的啊，伊分高水嘛足差，啊，所以伊我感觉讲可怜呢，今年互恁才来遮洗面安尼。伊就会去因兜的边仔公园开车开足远的，啊，伫车内底分高吹，伊就讲你是讲安尼吗？我分一大块嘛。这辛苦对。对。啊，不过你嘛是欢喜吧？你嘛是家己甲因斗阵耍。因为一开始就是学北管的时阵，就是无学过甲流行音乐配合。合作会。合作会，所以我会记你头一摆练团的时阵，就是这足早的车，啊，不过坐伫个客运顶悬，我就是足紧张的，我就是一直看我的谱，啊，就一直想讲我要安怎弹，啊，要安怎分车。啊，你惊安尼表现无好。对，啊，不过。就是伫咧练团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你后背分就会使啊。你就凊彩啊。凊彩弹，阮都会使。听无啦。那我哪会听无？你听无？歹势。我是会听讲有奇怪无奇怪。我来甲伊讲，无要紧，你来安尼试看卖。啊，伊就足紧张的，看起来足紧张。啊，你甲因合作以前，你以前是咧创啥？伫咧道士音乐的后场。就是庙会，还是啥物仪式，嘿，啊，搁有就是出庭，还是啥物就是驾册啊，亲像安尼的工课。你安尼拢爱等到暗时才有时间练吼？系啊，因为阮敲时间就是先敲讲，因为阮尽量要讲，伊要教课，阮就讲好，安尼你教课。你教了再来甲咱用。嘿，啊，阮就敲一个伊教课上晚，啊，搁伊的车。下午的时间，啊，搁有囡仔困啊？囡仔困无困，唔关我的代志。今日呢嘛差不多到咱节目的尾声啊，上尾一条歌恁等下要表演叫做《李高迷》。这是什么款的一条歌？是咧讲过年还是咧讲啥？这条歌是写给爸爸的歌，因为较早我常常甲爸爸冤家。恁还安尼哩兄？对，无啊，因为阮爸爸就是较传统的查甫人嘛，因为一开始是无支持我做音乐，嘿，对。嘛是烦恼你啦，对，无支持啦。对，啊，所以伊就开始，因为阮差不多讲无2句话就冤家，啊，我想讲，我敢有法度小可改变阮的关系无？我就想讲，啊无我来写一条歌，嘿，啊，我就想到啊，
平常时阮的冤家嘛，啊，毋过有一天阮两个就袂冤家，就是离高眠。过年的时阵，要过年，大家拢知影要过年啊。因为亲戚朋友拢伫遐，冤家想歹看是毋是？无，就是讲爱过年啊，爱休息。今日先休困啊，明仔载新的一档咱就过来炒。我有知，啊，所以我就甲遮的歌词，甲我心情写伫歌内底。啊，爸爸敢有听到这条歌？有听到。伊敢有跟你讲啥？无，因为阮爸爸伫2个月前过往去啊，对，所以伊应该是介意的，对，因为伊有特别来看我演唱会，对啊，因为伊看我演唱会的时阵，伊就欢喜，所以一开始伊是无支持，啊，毋过煞来就感觉就欢喜的。辛苦你啊，辛苦你！我讲相信爸爸一定足欢喜啊！即摆伫天顶看到伊个遮古水的查囡仔，遮有才情着，然后会当唱歌。讲啊，很收一个，很勉强。遮古水足水的，足水气的查囡仔，会当伫现场表演，会当感动到足侪听众朋友的。我感觉我相信爸爸即摆一定是足欢喜的。哇，连我嘛淡薄哇，歹势安尼，你无干呢？袂，你拄拄好问着，我想对。好，感谢你遮今日遮走心调安尼，安尼上下边呢，咱来做伙欣赏这条写给爸爸的《离高暝》。是咱拢毋忘的代志，亲像离高暝的暗时，大家团圆，欢欢喜喜。有一阵仔，我无爱踮厝内，想要离开，骂阮头开的日子。今仔我大汉啊，才知影人生百款的问题，毋是大家拢知影，要安怎做一个好老爸？敢会使莫搁讲，互咱拢后悔的歹话？是咱拢毋忘的代志，亲像离高暝的暗时，大家团圆，
是啥物时阵？白苍苍，成功也是失败，就负阮来担。讲到唱台语歌的查某囡仔的，你阁需要熟悉这位哦，足够的。第一摆呢写全台语的专辑，就入围金曲奖的王瑞竹。伊的专辑呢，搭搭滴滴，是用母语来记录家己的模样哦。有写予妈妈的话，嘛有对故乡的记忆安尼。我感觉瑞竹的歌声听起来足轻快，先来欣赏伊第一条《好爸母》。甲伊相思，求脚求手，丝丝认真，甲无甲影无神经。人拢笑迄叫做鸟心，你煞怨叹无知音。今嘛小情戏，套无咧流行，一无小心着伤痕累累。心肝放好开，稳稳啊面对，空嘴好你你，着爱做一只好爸母，予人感觉歹对付，较免咧好心一大滴滴遐闪袂赴。爱做一只好爸母，勇敢的好爸母，予人唔敢来欺负，唔通吞忍，甲伊相思。交脚交手，丝丝溜溜，敢有真正得人听？人拢笑讲生性难食，但会不赶伤心命运拢是注定，听上伫咧到尾火车。心情放好看，虽然顾生命，家己较快活。着爱做一只好爸母，予人感觉歹对付，较免咧好心一大滴滴遐闪袂赴。做一只好爸母，勇敢的好爸母，予人唔敢来欺负，唔通吞忍，甲伊相思。讨掠着快乐，无需要歹势，愈是真心愈是自由，若是看清人生不过是。着爱做一只好爸母，予人感觉歹对付，较免咧好心一大阵，伫遐闪袂赴。着爱做一只好爸母，勇敢的好爸母，予人唔敢来欺负，唔通吞忍，甲伊相思。欢迎瑞竹来到咱海味61号，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者。曹早表演的这条啊，叫做《好爸母》。这个名好甲遮响的呢，啊，不过听起来是遮轻松的、遮爽快的。啊，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？好爸母这条歌其实是咧鼓励大家，啊，其实嘛是要鼓励我家己讲，平常时若是有一寡唔敢讲出来的心情，
其实爱练习去甲家己心内底真正的话表达出来安尼。啊，你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感觉啦，哪像是咧听一个囡仔讲呢？你是改用这种哪像咧讲故事的方法，是毋是？我其实有各种写歌曲的风格，啊，但是这条歌我感觉讲就是爱互大家听起来是较轻松的，因为我无介意用一寡较沉重的词啊，是讲音乐去甲，互大家有一寡压力。你是无想讲，互人感觉你是一个较严肃的人，是毋是？可能有一部分是这个感觉。那安尼，听讲你今日有来哦，要来哦。听讲你今日有准备一个笑话，互大家较轻松的，要来分享一下无？好，但是好，我先拍预防针啊，就是那不好笑。别搞我卖。别你来，咱来试看卖。就是这是一个华语的笑话。有一天，这个新铁轨遇到旧铁轨，他会跟旧铁轨说什么？来坐车哦。不是。你是要讲啥？伊讲旧轨。谢谢雷掉，感谢借过一个。我找到球台哦。你不要紧啊。好，无啦，其实这题呢，我是要问你讲吼，你敢有办法用台语来形容你家己的音乐？我感觉跟我的个性是同款的，就是淡薄啊，淡薄啊故意。淡薄仔可以，看起来故意亲切，较辛苦安尼。对。我无想到你是一个足辛苦的人呢。你平常时拢是安尼嘛，讲话拢足实在的，还是甲朋友会较轻松一寡？可能是较偏向拄则讲冷笑话迄部分。就是唔知爱笑还是唔要笑安尼。对，就闷骚安尼。瑞丽啊，你嘛算遮早就已经开始伫咧音乐创作啊。你感觉到即马，你敢还会记得你第一摆写台语歌的迄个画面啊，还是什么款的背景？我会记得第一摆写台语歌是我拄来台北的时阵，迄时阵差不多大学3年，要准备第一张专辑。迄时阵感觉足痛苦的，就是对台中读册，要来到台北做工课，就是一个转变，一个抗战。迄时阵就淡薄仔想厝内底的人，就写一条歌叫做《足久无看》。足久无看。对，这条歌敢听得到？听袂到，永远拢听袂到。为什么？我唱起来。你唱起来？歹听。第一摆嘛。对，就甲你唱起来。所以感觉你咧写歌啊，是咧唱歌啊，听起来啦，是毋是嘛是一种？头发心情的方法安尼，对我感觉写歌音乐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寄托。对，我是把所有我唔敢讲的代志，也是讲我想要讲的代志，拢放伫音乐内底。清点倒变伫规矩的世界，自由自在。时间地残忍笑话，茫无时阵看袂清楚的一切，无人会发现，无要紧，早着看详细。
当的悲伤。莫要紧，早点看详细。命运自好势好势暂着，淡薄仔笑亏。莫要紧，一时也袂开花，歹沉重的悲伤。嘛爱轻轻啊飞。头拄仔这条轻轻啊飞啊，我看你迄当阵伫 IG 面顶是写讲，你若像是咧整理厝是毋是？然后发现讲啊，你人生都是爱放弃啊，爱甲遮侪物件藏落安尼，你才有办法继续向前行。安尼有即个想法咧来写这条歌。其实迄时阵拄啊好嘛是一个人生真大的，就是转变还是？对，嘛是一个拄着做个困难的时阵，时阵就感觉讲。在整理厝的过程，就发现讲，其实这有的物件是生活上无需要的，歹的好的，拢有可能无需要。但是伫整理家己的过程中，会发现讲，就算讲身躯顶歹着沉重的悲伤，咱生活嘛是爱过，就是爱继续行落去。所以就参像我歌词写的，歹着沉重的悲伤嘛，爱轻轻啊飞。哦，我听你讲这句话，我会起鸡毛皮。我感觉你搁讲一摆好无？歹沉重的悲伤。对，歹沉重的悲伤嘛爱轻轻啊飞。你去年发的这张《嗒嗒滴滴》，是你第一摆用全台语的方法来写歌。对。你感觉有啥物较特别的所在啊？还是敢会足困难的？我感觉写台语歌曲甲华语无共款的所在是讲，其实写台语虽然讲这是我细汉使用的语言，但是咧写歌词有一定爱用的方法，有当时有一撮用字爱真计较，对，所以爱真认真去使用。所以写的第一时间拢是真自然的，敢若是咧平常时咧讲话。但是真正要调整一寡物件的时阵，就会感觉我爱搁认真去查迄个字典。你就是会去查字典，对，敢爱请教老师啊？对，嘛爱请教老师。我实在是无办法想讲要用台语来写歌呢，因为台语的声调遮侪对。对。你敢去请教曹操讲的老师啊，还是为你生活内底看电影啊、看电视学来的这寡词？对，像拄则甲老师咧开讲嘛，是一边咧学，一边爱学安尼。对，因为有当时日常平常时讲的话嘛是淡薄仔浅，但是咧写歌词拢是咧开讲尔。对。若是要讲一寡较心肝底的话安尼，要用一寡较深的，你感觉拢足困难的安尼。对啊，因为细汉伫家己咧讲台语，但是离开家己了后，无啥物朋友会当甲我讲台语。哦，平常时是住伫台北较济嘛，对，即马做工课拢住台北。你为2014年啊，你的第一张专辑《笑入围啦》，到即马嘛一定10档啊嘛，这张专辑一定10档啊。对。当初迄个笑路敢搁伫个？迄个笑路唔知啥物人，是一个朋友是不是？迄个笑路，对，其实唔是我本人啦，但是若是讲到音乐，就是迄时阵差不多是10几岁、20几岁的时阵写的。你这早就开始唱歌？差不多19岁的时阵出道。这有才情对哦。真正袂当学落钱。袂啦，我唔知影安怎反应。到即马咧。你嘛差不多应该有10档啊，是毋是？对，这中这个过程敢有啥物转变？你感觉你家己？迄时阵差不多19岁、20几岁的时阵，所以真单纯，无啥物烦恼的代志。但是到这10档来，厝内底嘛有发生一寡代志，家己嘛爱希望家己会当变较大汉，爱当大人。对，爱当大人。所以算是讲这10几档的生活内底改变真多，这嘛反映在我的音乐上。就是我音乐，我感觉即马这个模样是家己愈熟悉家己，知影家己介意啥物，无介意啥物，所以算讲是较自然的模样。你平常时嘛会唱一寡比如讲华语啊，还是英语啊？你感觉安尼比起来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你咧唱歌还是写歌的时阵？华语甲英语，英语其实对我来讲，甲台语有淡薄仔共，就是华语是。因为华语是一个大部分的人会使用的语言，所以你咧用这个语言的时候，
会较安怎较习惯，较知影好直接要用啥物字，但是华语甲英语对别人来讲，伊是有一定迄个关系。哪像是有迄种淡薄仔距离的感觉，该当安尼讲的。会当确实是安尼，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伫第一时间并无法度真正了解遐意思。哦，爱转换一下，安尼爱想一下。对，但是对我来讲，等到这是我会当更较轻松去表达家己的方式，就是我唔惊大家甲我。知影我一写，就是一写就知影我写啥。你就一定出来唱歌表演啊，佫会惊更笑哦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介意写歌词的时阵，唱一寡物件伫内底。哦，唱啊较深安尼啦，莫第一时间就会当发现到。对。啊，感谢你今日来耍的，啊嘛，差不多要到今日的无声，上尾这条歌叫做《爱着甲惨死》，嘛是足响的呢，是爱着啥甲惨死哈。阮阿母爱着阮阿爸较惨死。这敢会当伫电视面头前讲的？不要紧啊，因拢知影对。阿爸甲阿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阮阿母就爱阮阿爸的啦，所以我就把伊的心情写出来。因为这张专辑真正是做些歌曲拢是咧写阮妈妈，对，所以我嘛希望趁这个机会，我会当甲亲像阮妈妈咧50岁的女性的伊的心声写出来。所以像拄则好爸母嘛。到这条爱着较惨死，我感觉真侪人可能拢有同款的感觉。安尼我转来嘛，互妈妈听一下。好。啊，不过妈妈确定啦，一定是好爸母，这是无问题。感谢瑞德来海味61号，咱最后呢来做回欣赏这条爱着较惨死。想要去倒位，两人的代志，平淡地过日了有介意，就算无地去，嘛搁有你身边，半世人，半梦半醒半浮沉。怎样无猜不过一生？夜夜的灯火的点滴，黑暗暝，亲像你对我的思念，念伊着芳气，结果我的眼神拢无要紧，非得爱着较惨死。总是你无细事，做啥物歹代，才来索伊？情阮的意义，缘来来去去，只有我一个无离开。怎样无猜不过一生？夜的灯火点滴，黑暗暝，亲像你对我的思念，念伊着芳气，结果我的眼神拢无要紧，非得爱着较惨死。今日足荣幸的听到立兴也佮有瑞德两种女性角度的创作，拢是足破百上见的。立兴呢为北管的传统，也佮有地方的文化定根；瑞德呢为家己也佮有家庭的关系，唱出伊成长的故事。咱会当看到讲，每一位女性拢是特别的，无法度定义的。感谢应用音乐，互咱看到因的世界。我是沙艾克，海味61号，再会，拜拜。